講起炸雞、方便麵、蛋糕唔少細路仔或者係後生仔都好中意嘅。而咧，好多人覺得呢啲係唔健康嘅食品，佢就擔心食品中嘅反式脂肪酸影響咗大家嘅健康，同埋細路仔嘅生長發育同埋神經發育。咁反式脂肪酸係乜嘢呢？咁會對大家嘅健康產生乜影響呢？咁大家好，我係謝醫生。呢一期影片咧，我哋嚟講講反式脂肪酸。咁脂肪酸咧分為飽和脂肪酸同埋不飽和脂肪酸兩大類㗎。咁飽和嘅脂肪酸嘅碳鏈咧都為單鏈，不飽和脂肪酸嘅碳鏈咧就含有呢個雙鏈啦。咁如果兩個氫原子咧都係喺雙鏈嘅一側嘅咧，就為順式不飽和脂肪酸。咁兩個氫原子咧各自喺雙鏈相反嘅兩側咧唔同嘅位置咧，就為反式不飽和脂肪酸啦。咁19世紀後期咧，隨着呢個有機化學同埋脂質分析技術嘅發展咧，咁科學家咧對嗰啲黃油牛奶脂肪同埋呢個牛羊脂肪進行咗分離嗰陣咧，就首次檢測到呢種結構特殊嘅不飽和脂肪酸。咁呢一類脂肪酸嘅雙鏈就為反式構型啦，就區別於植物油中常見嘅順式不飽和脂肪酸。咁一般嚟講咧，順式脂肪酸嘅油脂咧都係液態嘅，而且佢嘅熔點比較低。反式脂肪酸咧就比順式脂肪酸咧更加穩定，佢唔容易發生氧化呢個酸敗。咁佢嘅油脂咧就多半係半固體或者固體，熔點更加高。咁後嚟咧，由於當時嘅人咧就擔心長期食用各種動物油咧，可能會對人嘅心腦血管疾病咧呢啲健康帶嚟危害，咁開始咧就比較崇尚呢個食用植物油啦。但係咧呢個植物油咧，佢係存在一個高溫之下唔穩定，唔可以長時間儲存呢個缺點同埋不足㗎。咁20世紀初嗰陣咧，德國化學家咧威廉諾曼咧，佢就發明咗植物油氫化技術啦。呢個就係通過高溫高壓之下咧，向嗰啲植物油中咧就加入呢個氫氣，咁將液態嘅不飽和脂肪酸咧轉為半固態或者係固態嘅脂肪啦。咁科學家咧對氫化產物進行分析嗰陣咧，就發現大量嘅順式脂肪酸咧就轉為咗反式構型，咁人工嘅反式脂肪酸咧就由此產生。咁人工嘅反式脂肪酸咧就係呢種經過氫化嘅油脂，係因為佢咧抗氧化性強，佢又容易保護啦，係嘛？佢又容易儲存啦，保質期又好長啦。咁佢烹調出嚟嘅食品咧就比較美味可口，有呢個特點，所以咧就當時深受呢個食品從業者嘅歡迎，同埋廣大消費者嘅喜愛，所以咧佢就被食品行業廣泛咁應用㗎。咁氫化植物油都因此咧進入咗我哋日常嘅生活。但係咧喺反式脂肪酸帶嚟大家各種美味可口食品嘅同時咧，呢個反式脂肪酸咧對我哋人體嘅危害咧，同時都引起咗大家嘅極大嘅關注嘅。咁而家咧大量嘅科學研究同埋臨床實驗嘅數據都表明咧，攝入過量嘅反式脂肪酸咧對我哋人體健康有害嘅。咁反式脂肪酸咧對我哋人體嘅健康危害咧，只要表現喺多多攝入嘅話咧，就會增加我哋人體患呢個心腦血管疾病嘅風險。咁研究表明咧，反式脂肪酸咧佢可以提高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即係稱之為我哋人體內壞膽固醇嘅水平。咁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即係我哋人體內好膽固醇嘅水平，佢就促進咗呢個動脈嘅血管嘅硬化，同時咧佢有增加血管粘稠度同埋凝聚力嘅作用，從而咧導致呢個血栓嘅形成㗎。咁呢啲就係引起高血壓啦、高血脂動脈管壁增粗管腔嘅一個狹窄而且咧佢都會繼發冠心病心肌梗塞中風甚至猝死。咁呢個一個背後嘅原因。咁有啲朋友問謝醫生咁而家零食越嚟越多啦，反式脂肪酸會唔會影響細路仔嘅大腦認知功能呢？咁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咧，反式脂肪酸嘅功能
比咧應該低於1%嘅，大約係每日2克以下啦。咁過量攝入咧就會對健康造成危害。雖然咧目前咧冇直接嘅證據表明咧反式脂肪酸咧會導致呢個細路仔變蠢，但係咧研究表明咧過量嘅攝入反式脂肪酸可能會影響細路仔嘅大腦認知功能㗎。咁嘅原因咧有幾點啦。咁第一點咧，佢就干擾咗必需脂肪酸嘅吸收啦。咁大腦嘅發育咧，佢係需要充足Omega-3同埋Omega-6嘅呢啲不飽和脂肪酸嘅。而呢個反式脂肪酸咧，佢可能咧競爭性抑制咗呢啲有益脂肪酸嘅利用啦。咁佢就會影響咗神經細胞膜嘅形成同埋信號嘅傳遞。咁第二咧，佢就影響記憶力同埋學習能力。咁一啲研究發現咧，佢攝入反式脂肪酸比較多嘅細路仔咧，咁喺認知測試中嘅表現就比較差，可能係同佢腦部炎症反應增加有關嘅。咁第三咧，可能會增加注意缺陷、多動障礙嘅一個發生風險。咁部分研究提示咧，反式脂肪酸攝入過多咧，同細路仔嘅智力唔集中、行為問題都有關嘅。但係呢個就需要更多研究證實。咁第四咧，除咗可能影響認知功能之外咧，反式脂肪酸咧仲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發生嘅風險，影響脂肪代謝，增加細路仔肥胖同埋胰島素抵抗嘅風險，就可能會引起體內慢性炎症，影響免疫系統健康㗎。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問，咁邊啲食物中嘅反式脂肪酸嘅含量比較高咧？咁雖然咧好多國家已經限制反式脂肪酸嘅使用，但係咧仍然係有啲加工食品咧可能存在比較高水平嘅反式脂肪酸㗎。烘焙嘅食品咧，例如蛋糕、餅乾、甜甜圈，仲有一個麵包呢啲，原因都係同加工過程中咧使用呢個人造黃油或者係起酥油有關嘅。咁另外咧，油炸食品，例如炸雞薯條油條或者係炸薯餅原因好多都係部分呢啲餐廳咧使用反覆加熱嘅氫化植物油。咁部分嘅零食咧，例如薯片膨化食品或者係糖果，原因都係含有部分嘅氫化油或者係代可可脂。咁冰淇淋同埋一啲奶油嘅製品，例如植脂末奶油或者冰淇淋，原因都係加工過程中咧佢常用嘅一個植物奶油或者係氫化油脂嘅作為增稠同埋定型㗎。另外咧，好似速食嘅食品，例如方便麵同埋咧微波爆米花，原因就係喺加工過程中咧可能含有呢個反式脂肪。如果唔確定咧呢個食品係咪含有反式脂肪酸咧，大家可以查佢營養成分嘅，或者佢有啲係標注零反式脂肪酸，或者係不含氫化油成分咁一個產品嘅標識嘅。咁天然嘅食品咧，永遠係最安全嘅選擇。咁部分國家嚟講咧，食品中嘅反式脂肪酸嘅含量咧係少於每100克0.3克嘅，就可以標誌為咧零反式脂肪酸或者係不含反式脂肪酸。所以咧，即使有啲包裝上咧係寫住零反式脂肪酸，咁如果大量食用咧，佢個累積攝入量咧都可能超標嘅。咁反式脂肪酸咧可能影響大腦嘅發育同埋認知功能咧，而且佢都會帶嚟多種嘅健康風險。咁如果係家長嘅話咧，就注意減少細路仔攝入呢啲反式脂肪酸嘅加工食品啦，選擇天然健康嘅食品，培養良好嘅飲食習慣，咁樣咧可能使細路仔更加健康嘅成長。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問自己身如何減少反式脂肪酸嘅攝入咧？咁第一就學會睇呢個食品標籤啦，避開氫化植物油或者係人造奶油或者係植脂末或者代可可脂起酥油呢啲成分，即使標籤寫住有零反式脂肪酸嘅，都要注意食品上係咪有上述成分避免長期食用㗎。第二咧，要減少加工食品嘅攝入，咁少食啲油炸嘅食品啦，例如炸雞薯條係嘛，咁多選擇蒸煮嘅烹飪方式啦，少買啲零食例如餅乾蛋糕膨化食品啲少買啲啦，選擇天然嘅食品啦，例如水果堅果咁避免一啲含植脂末嘅飲品啦，例如奶茶、咖啡伴侶可以選擇純牛奶或者鮮榨果汁嘅。第三咧，可以選擇健康呢個脂肪。我哋優先咧選擇天然不飽和脂肪嘅，例如咧橄欖油牛油果或者係一啲深海魚佢富含 Omega-3咁適量食啲堅果或者核桃、杏仁咧都要注意控制量，避免能量過高嘅。
咁第四咧就培養健康飲食習慣啦，多食啲辛酸嘅蔬果啊、全穀物啊、優質蛋白、魚啊、蛋啊、豆類啊，減少高糖高油嘅食品。咁屋企煮嘢食咧就盡量少用呢個半成品嘅食材，例如冷凍嘅披薩啊。最後咧提醒大家記得平時要保持適量嘅運動，促進新陳代謝，佢係有助於降低體內反式脂肪酸嘅積累㗎。通過選擇健康嘅食品，咁控制攝入量，以及係保持一個適量嘅運動咧，我哋就可以有效咁降低反式脂肪酸帶嚟嘅健康風險，享受更健康嘅生活。咁多謝大家。